負責任博彩系列繪本《機靈小子》，拆解機率遊戲嘅心態同陷阱。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，資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。故事3：釣魚機嘅魔力。有一日，一班活潑可愛嘅小朋友喺課餘嘅期間傾緊放學後到底去邊度玩好。呢個時候，主角小紅同學就話：我唔想去行街、睇戲、食飯呢啲咁悶嘅活動啊。旁邊嘅小綠同學就話：我知道有一個新開嘅地方，新景公司開咗一個遊樂場，嗰度有好多好好玩嘅遊戲，你一定未玩過嘅。於是小紅同學覺得好吸引，好開心咁講：係咪真㗎？去睇睇確認下先。1個月後，小紅同學沉迷咗喺釣魚機之中，覺得呢個遊戲太正啦，幻想咁玩落去會贏到好多錢。過咗陣，小紅同學就有疑問啦：點解距離上次釣到大魚已經過咗成個鐘都冇出現過嘅？點解依家連細魚都咁難打中嘅？我啲遊戲幣就嚟用晒啦！小紅同學一副好焦急嘅表情，問旁邊嘅同學：你可唔可以借啲錢俾我買遊戲幣呀？我今個月嘅零用錢用晒啦。小綠同學就話：我都好想幫你啊，但係我都冇錢啊。其實機器一早就設置好程式㗎，呢次打唔到大魚，我哋可以下次再嚟玩過啦。小紅同學聽到朋友嘅拒絕，就講：距離上一次大魚嘅出現已經過咗成個鐘，我覺得大魚就嚟出嚟啦。如果依家走咗，好可惜啊！咁樣咪冇咗中大魚嘅機會咯。呢個時候，旁邊有一位大叔走過嚟講：小朋友，我可以借50個遊戲幣俾你，遲啲你要還返70個遊戲幣俾我得噶啦。小紅同學雄心壯志咁應承咗，好，因為佢對自己好有信心，覺得好快就可以贏返嚟。冇耐之後，小紅同學一副好困惑咁自言自語講：點解啊？點解打咗50下都打唔中條大魚嘅？而對手 A 打咗先5下就打中咗大魚。幾日後，同學們再次召集一齊去遊戲機中心玩。小紅同學一副好傷心咁答：我都好想去啊，但係我冇錢啊，而且下個月嘅零用錢仲要還返俾大叔。呢2個月我都唔可以同你哋一齊玩啦。釣魚機嘅原理係乜嘢？電子釣魚機平台一般會有2種方法嚟讓平台一定賺錢。一種係抽水，無論玩家花咗幾多錢，平台會收取一定嘅手續費。另一種係通過遊戲幣庫存嚟控制嘅，即係內部已設定好輸贏率嘅程序，以及釣魚嘅過程中有個周期。1. 食分期，好難打中魚。2. 休閒期，唔贏唔輸。3. 套分期，點打都打到魚。若想知更加詳細，大家可以睇書喎。